把这个辣椒干和这个蒜头呢，把它崩碎它。OK， 来，谁要玩的就下手。谁要玩的哦，就站在一个这个中前那个辣面哦。椒干是辣的哦，你们中的时候小力点啊，小力点，不要太大力。眼睛哦。好，我们把中去它这个。大的向下。大的向下，对对对。啊，通常我们这种来一个人。这样你应该是有了，是不是啊？好。那都。可以说了，可以了，可以了。大家去尝试换尝试一下。用哪？对对对。这里还有味啊，这里还有味啊。来过来，这边还有来，这里一个，这里一个，这里还有一个。看到眼睛了，要不要过来弄它？像换眼睛会像。过来这里，这边还有3个位置，来来来。来要玩的就下手喽，大家不要说没玩到喽。小心啊，不要到眼睛了，味道很像哦。这里还有一个，谁要玩？OK， 你知道你们在做的是什么吗？把新鲜的佐料呢，这些辣椒跟它的蒜呢，把它的原味冲出来，OK。下面我有放桂皮、八角、黄姜、加一粉。OK， 中辣的就 OK 了。中辣的就 OK 了。好。它的香味出来了。这是什么东西啊？好，辣椒。就是你们种的那一些东西。OK。然后把它炒香了过后呢，我们下水。来，先生家哦。来，下水了，然后呢，这个叫白糖。白糖，如果你怕辣的话，你下多点白糖，它会去掉它的辣味。白糖。对，糖可以去掉它的辣味。哦，这个呢，我们叫做盐粉，台湾应该叫做盐巴。盐巴。哦，我们下点盐巴。这个味道会很像，有些人可能不习惯。里面有更多地方。然后呢，这个是凤梨和虾，我们在厨房呢，我已经泡过了水了，泡过了热水。哦，我们把这味道搅匀它呢，然后我们把这凤梨和虾倒下去。凤梨跟虾。对。然后呢，最后呢，这叫做椰奶，叫做椰汁。哦，这个的椰汁呢，我们把粉呢最后才下，最后才下去呢，它的味道出来就会比较香。如果你偷偷下呢，它的味道它就会没那么香啊，它的香味会跑出来。所以椰奶要最后放。对，要椰奶最后放。要等它火。对呀，等它火的。鲜味才会出来哦，你一定要好。它炒一炒也比较它的湿度来给它，来帮你们种的不要摸到那辣椒哦，那个辣椒是很辣的。OK， 你看差不多滚了哦，然后把下这个椰奶。然后把它搅平均它。不可以这个味。这种他们是煮这种凤梨虾或者煮虾利用的。OK， 那需要饲料味道，看够甜吗？够鲜吗？看有没有口味吗？来。
哎，你是会？来，需要试。我想试。OK 吗？还是你要咸再咸一点 ？OK 啊。加一点盐。下多点盐巴。再加一点。不够咸。健康的。等它滚了过后就好了啦。好 ，OK。然后呢，来我们叫这个小姐姐能做我们两者糕。OK 了，不要再中了。够了。可以了。所以现在要做两者现在我糕。们是做两者糕来，两者糕呢，它的做法有点像做汤圆这样子的。OK。好。OK， 够了，不要再玩那个辣椒了，不要玩了，快弄到眼睛就不好。来，我们做第二样哈。来呀，我们做两者糕来。它的做法是跟汤圆一样做法，这个叫做椰糖。这个是两个菜色。我们可以试下来，下手做下来。来看一下哦，弄哦。这样子把平均它，然后把那个椰糖包在里面。啊。而且先把泰国餐呢当成是直接两种泰国餐他们然后我们把它放在热水里面。来，大家放下来。好来，谁要试的来试一下。来洗手，没有洗手，要洗手，来，洗手。来试试看，来包一个，来，你来包一个。微粉啊。那你应该要包那个料啊，看。那个是什么料？那个料是什么啊？那个是肉吗？包这个料啊，这个是椰糖。椰糖。用椰子做的糖，可以吃的，你试一下，可以的。